国国会大选结果出来，两大在野党摕到上侪选票，按算组成联合政府，到底拼7月的总理选举。托尼基总统大选，现任埃尔多安得票率挖5成，对手基里达欧鲁4成4，无人过半，月底爱去拼第2轮。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为了反攻，访问欧洲3个国家，法国跟德国拢答应继续提供武器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新闻世界通》，我是苏眉，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。泰国国会大选结果今日已经出来啊，两大在野党摕到上侪选票。根据泰国媒体报道，皮泰前进党摕到超过150席，将做众议院的第一大党。若是被动单的维泰党是摕到超过140席，这是在野党的大胜利。因为这寡反对党少年票较侪，所以讲都有分析认为讲，这是代表讲少年人无阁想要阁继续忍受军政府保守的势力。前进党的总理候选人皮塔就表示，已经确定甲维泰党等等的民主派联手，斗阵拼7月的总理选举，组成联合政府。不过，泰国的选总理是参议院甲众议院各共750个议员去选，所以讲这参议院是已经由军政府指派共占250席去啊。在野党若是要成功执政，就要伫咧众议院500席当中，摕到超过3/4的支持，也就是376席，也阁真拼。军方的势力敢会出手阻挡，外界也阁真关心。ว่าที่นายกรัฐมนตรีคนต่อไป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经过几落个月选战，泰国大选最后票数今仔日已经开出9%，由前进党拼赢亲军方的势力，摕到国会多数席次，有希望成为执政联盟主要的领导政党，改变泰国的政局。在去调会记者会时阵，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曼表示，已經有甲其他5個民主派政黨溝通過，會共同組成聯合政府。I have congratulated Kun Paetongtarn from Pheu Thai for her hard-fought campaign and have invited her to join the coalition. 维泰党对结果表示乐观，讲因为已经决定要联合执政，未来一寡政策拢会由联盟成员做伙讨论。目前也以前进党的意见为主，各党爱安怎分配重要职位，所来会阁进一步讨论。不过，同款是民主改革派，前进党甲维泰党也是有未少主张需要协调。像讲前进党捌提出要废除宪法第112条，互人民袂阁因为针对王室发表负面的言论，互人判刑。维泰党却认为，也有参详的空间。พรรคเพื่อไทยมีจุดยืนที่มั่นคงนะคะว่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่สนับสนุนการยกเลิก112นะคะแต่ว่าการคุยกันได้ในสภาอันนี้เราสนับสนุนนะคะแล้วก็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ฎ若是敢有要甲排第3的泰自和党合作，前进党表示目前暂时无合作计划。另外，针对外界的烦恼，亲军方势力会动用参议院席次的优势来影响总理的人选，前进党的皮塔并无真烦恼。มันเป็นฉันทามติมาจากพี่น้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ล้วที่ทุกฝ่ายควรที่จะน้อมรับตรงนี้นะครับการฝืนประชามติของพี่น้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นี่ยคงจะไม่มี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กับฝ่ายไหนฝ่ายใดเลย泰国为2014年政变以来，到即马拢是由军方势力伫执政，即马民主派上台，民主改革是一定会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托尼基嘛是当选总统跟国会议员。开票结果，想要连任的埃尔多安现任的是挖近5成得票率，领先对手基里达欧鲁4成4选票。排伫咧第3候选人欧根摕到5%，因为因2个人拢无超过5成，所以讲5月28就爱阁选第2届，由埃尔多安甲基里达欧鲁2个人对决。这也是托尼基建国8年来的头一届，支持第3候选人欧根的这5%，就有可能会成做决定输赢关键。统一期就是举行的总统甲国会大选，海外选民在内拢总有6400多万人有资格投票。即摆的投票率达到89%。暗时的电视计票一开始，新球连任的埃尔多安票数领先，也毋过时间哪换埃尔多安的优势一直下降。统一期最高选举委员会经济开出的91.93%的总统大选选票，讲埃尔多安以49.49%得票率领先对手基里达欧鲁的44.79%。Milletimiz tercihini seçimin ikinci tura kalmasından yana yaptıysa onun da başımızın üstünde yeri var. Biz %50'nin üzerinde bir oy oranıyla
bu turu bitireceğimize inanıyoruz. 反对说来6个主要政党集中火力，共同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激励大陆。3号头一摆出来面对媒体时，指控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透过反复的挑战计票结果，造成倒开票数的延迟。佮强调埃尔多安的票无超过5成。 Örnek Ankara'da 300, İstanbul'da 783 sandıkta ısrarla itirazları var. 6 kere itiraz edilen sandık var. 另外，第3位总统候选人欧根得票率大约是5.3%，伊的支持者在第2轮决选中会倒向倒一边，恐惊会加做影响总统大位的关键因素。那到总统大选的不明状态，国会大选的席次分布颠倒是真清楚。各项媒体的消息指出，经已经开出的9成6选票，正义发展党得到267席，比选前落28席。不过，若加上甲其他3个政党结盟，会当搁加上56席，摕到323席，将压国会过半席次。另外，2月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大地震，对执政党伫灾区的支持度敢有影响？为票数来看，知影阵赢，只伫灾区2个省领先，其他9个省也是正义发展党领先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世界上大条，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。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接受韩国媒体访问，强调讲，伊会甲南韩总统尹锡悦用友谊甲信任做基础，和日韩的关系拍开新时代。韩国朝鲜日报报道，南韩宣布新冠肺炎降级了后，这个拜六礼拜首尔主要景点大约有3成拢是外国客，日本人是占上界多，比去年同期翻超过60倍。英国《Times》报道，英国的内政大臣呼吁减少移民入境的名额，以免因英国人想过我去外国移工，袂记咱哪做工课。这款言论是引起争议。昨日是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指出，美国顶日啦有一个前军人在压制一个共养的游民，所造成游民无愧死亡。这个前军人互人指控过是杀人，不过这阵是有大群的民众捐款支持出手的前军人。上尾是《华盛顿邮报》，美国总统拜登骂白人主义是美国社会上大上恐怖威胁，拜登要利用这款立场掠非裔选民的心。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为着反攻，四界走找援助。顶礼拜六礼拜访问意大利、德国，礼拜暗阁走去法国。法国甲德国拢已经答应会继续提供武器给因。法国总统马克宏阁讲，罗西亚伫咧政治面已经输去啊，罗西亚是当咧正做中国的细汉的。也是前较真轻松，伫镜头前出现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伫事先无宣布的情况下，向去法国访问，并且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会谈差不多3点钟。马克宏甲泽伦斯基会谈后，法国宣布提供乌克兰较侪军援，包括轻型的战车、装甲车、士兵训练，也甲防空系统，暗过无具体说明细节。马克宏伫进前的媒体访谈中讲，这场战争显示，俄国已经伫地缘政治输去，当地变做中国的细汉的。随上泽伦斯基到法国进前，已经先去意大利甲德国访问。伊伫德国甲总理肖兹会谈，有得到27欧元的军事援助，其中包括30台8式战车。媒体问到这笔军援是不是有够互乌克兰展开反攻，泽伦斯基是安尼回答。Ще кілька візитів і все. Viel Erfolg. 这是去年2月以来，德国提供上界大一笔军援，啊，不过对泽伦斯基一直伫讨的战机，肖兹也是无正面回应。华盛顿邮报礼拜报道，美国国防部进前泄露的机密文件嘛显示，泽伦斯基要考虑占领俄罗斯部分地区，也是攻击俄国境内基础设施，当作停战的谈判条件。这样大胆的心态，甲伊伫公开场合典型的吞论无共。啊，不过泽伦斯基否认这文件的真实性。到伫同一天，乌克兰讲，伫乌东战略地区巴赫姆特占领10外的俄军据点，俄军是否认退守，国讲已经拍退乌军的攻击。比起巴赫姆特激烈的战况，乌克兰首都基辅最近不加平静，当地新闻园礼拜有真侪居民入去来欣赏代表基辅的定向会，伫战会也未停歇的时阵，会当享受短短的平静。公司新闻7万0编译。
战争了后，几落万的乌克兰甲罗西亚的人是走去附近的国家乔治亚避难。因3个月民众是组成卡丘联盟做伙运动。不过，其实乔治亚甲罗西亚嘛有领土的纠纷。罗西亚2008年甲乔治亚占去的土地，到今也未承认。在草埔为卡丘场的规划了后，大家开始练习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无偌久，有数万个乌克兰人、俄罗斯人逃到乔治亚。两地部分民众甲当地人外籍人士共同组成业余卡丘联盟。目前差不多有700个运动员。И это и как бы и спортив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, 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. Ты знакомишься с людьми, общаешься, потом после игр мы ходим, прогуливаемся, ходим в бары, можем пиво выпить. То есть обстановка у нас располагает к этому. 球员利用练球来暂时袂记哩战争所带来伤痛，会到这的球员大部分对战争反感，球员也种共识，无要讲俄乌战争，或者是讲笑话来化解研究。 Все, так сказать, не рады, да, почему они тут находятся, да, по какой причине. В принципе, во время футбола, во время игр точно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там, ну, в моем случае, я не помню, не было, чтобы кто-то там на этой почве там как-то начинал, нет. После футбола кто-то, возможно, общался, кто-то какие-то свои мысли доносил. 真侪超市民众伫外交部门口示威，因为俄罗斯在5月7日宣布，为5月15开始取消到乔治亚禁飞令甲签证制度，是要有近两国之间的关系，引起反俄人侪不满。不止俄乌战争，俄罗斯甲乔治亚之间也有复杂的历史。2008年，两国冇对战而且血腥的战争，也有领土占领纷争，最后乔治亚失去2个亲俄行政区的主掌权。 对俄罗斯的新政策，乔治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是表示，那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，而且占领乔治亚领土，那安尼就无法度恢复直航甲取消签证的禁令。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。根据国际能源组织的估计，全球大约阁有要挖8亿人生活无电通好用。亲像印尼有一寡较压贴的岛屿，根本就无法度接国家的电。 亲像印尼东边的松巴岛，就有民间团体推广家己搭太阳能板，提供家己生活要用的电。村民用电动研磨机将番麦磨成粉，准备家己用，还是摕去市场卖。那时间提前2年，这是因完全料想不到的代志。Ya kalau penggilingan itu meringankan. 印尼全国有超过17000个岛，是全球上大的群岛型国家。位伫东边的松巴岛，面积大约11000平方公里，是全球第72大的岛。以自然景观成做印尼的观光胜地。不过，这个居民当年面临欠电。虽然印尼将全国电力网覆盖率为2005年的85%提高到目前大约97%，不过又有少数人伫暗时来临，就要停止所有活动。 当地一个叫做“上巴永续解决方案”的团体，靠着为国内外募款，伫全岛推广这种离网型的太阳能电力系统。多数国家的太阳能发电，有的是找900公顷的空地啊，建设太阳能发电站，透过电力网络分散到每一户；有的是以家户为单位，伫厝顶装太阳能板。 那发电量超过需求，是透过电力网络卖予电力公司，也毋过因为法律有缘禁止这类卖电予电力公司的交易，所以民间团体就改用离网的方式来进行。我2年来，松巴岛装3000多个太阳能电力照明系统，加62组电力研磨机，予3000多个家庭到暗时啊，也是会当工作抬杠，还是摕手机啊充电。Sebelum ada lampu ini pakai siang saja, kalau malam tidak kerja lagi. Kan tidak terang gelap pakai pelita gitu. Tapi setelah sudah ada ini bisa kerja sampai mengantuk malam. 伫民间团体募款赞助之下，用户每个月只要纳大约新台币108块的费用，也毋过募款有缘不足，所以优惠期限只有3年。同时也有几啊千户排队来等。民间团体希望印尼政府会当甲以开发国家参国际金融机构，集其引进更较侪资金，将这款的模式推广到全国。公视新闻徐家珍编译。美国纽约有一个作家，无咧买有包装的食食，要减少粪扫量，而且伊嘛甲冰箱的插头背起来，尽量减少用电。去年开始就敢若挖靠太阳能，已经经过一个寒人，已经坚持要1年啊。
住伫咧纽约市的斯波德克，逐工拢挂太阳能板加电池，飞去伫厝顶充电。日头若炎的时阵，会当稳定供应生活的需求。伊自去年5月开始，甲电力公司的电切断，家己发电家己用。一开始寒天的时阵，日照的时间无够，电无啥够用，要家己慢慢调整，知影家己的需求，就一工比一工较好过。This time last year, I had not yet unplugged. I was plugging into the wall. I would try not to use power more than necessary, but I had no sense of how much things used. Right now, I'm using a tiny fraction of what I used before, but because I made it through the winter solstice, and now we're past the equinox, I really feel drunk with power. 雅斯罗早就放弃无咧用变色机啊，更伊家己发觉的空铺茶。伊食素，拢伫咧社区的合作社甲小农市场买物件，煮食拢是用多功能的压力锅，煮食出的喷拢摕来做堆肥。伊自2016年开始就拢无坐飞机，2019年开始无倒过粪扫，2021年甲冰箱的插头拔掉，2022年5月开始甲电力公司的电切掉，生活愈来愈环保，过了袂委屈也袂痛苦。Everyone thinks, oh, it's a burden, it's a chore. It's glorious. It's more delicious. It saves money. It's fun. 斯波德克也支援加入一个减少食物浪费的社区团体，收集餐厅甲商店一寡一要到期的食品，放伫社区的共享冰箱，有需要的人拢会使来摕，互所有的资源拢会当被充分利用。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。美国佛州一个55岁教授，已经伫咧水底下静静的空间待74天啊，已经破纪录。不过，伊的目的毋是要伫咧历史留名，是想要了解讲人伫咧这款真重的压力之下，身体甲心理会有啥物变化。做医学研究目前是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的迪图里外号深海博士，为3月7日，伊住伫咧畅水床了后，5月13已经是第74天。伊要拍伫咧水下骹生活上长的记录，有记录是田纳西2位教授伫2014年伫同一地点的73天2点钟34分，不过新纪录只是阶段性，伊计划伫遮住到6月7日。The record is a small bump, and we love it, but we still have more science to do. The science doesn't stop here. 迪图里大这个床甲畅水床无共，伊无用科技调整水下骹压力。捌伫咧美国海军28年的迪图里咧进行一项研究，甲防人体长期伫咧高压之下反应，伊认为细胞伫承受压力之下，无到5天内加做2倍，对研究疾病有帮助。也想要帮助群众脑损伤的兄弟，因为高压会增加脑部血流。这研究计划结合医学、海洋研究甲教育，也测量血压、心电图等生理数据来分析。其他时间是线顶上课甲外界继续接触。The idea here is to populate the world's oceans, to take care of the world's oceans by living in them and really treating them well. 这畅水床伫个吉拉哥一个石湖，伫水下骹差不多9公尺。伊食过2杯饮食，甲做一寡运动。逐工困1点钟，就算伊目前适应真好，不过上怀念的也是伫陆地顶悬享受日头光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，通过是苏比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